家族群散播全世界。如果从邻近的日本看起，目前旅居在日本的华侨大约有10万人，其中有1万名的客家人，大家是各自打拼，有所成就，但不忘守候客家文化。今天感动时刻的镜头，我们带您前往日本茨城县。来自新竹竹东的温胜志，旅居日本36年。其实他在当地是开设牙医诊所的，但是他每年拿出了100万日币，举办了暑期客家夏令营，希望用这种方式保留客家文化。搭上电车，从日本东京出发，准备下乡。这里是茨城县的友部，来自台湾竹东的客家子弟温胜志在这里生活。才刚提起，瞧，主角来了。幸运。一看到日本关东客家重振会的会长周子秋，两人立刻用客家话互相寒暄。你有没有名哈？那姓周，那竹东啊，竹东的啊，我讲中间的一调。他乡遇故知，温德志分享日本生活。28岁那年，他和父母来日本讨生活。一聊起家乡，他马上拿出一张张相片回味。这个就是谢谢他们的，我发奖状给他们，谢谢。原来从13年前开始，温胜志举办暑期客家夏令营，每一回自掏腰包100万日币，力保客家文化。如果这些侨胞一直都没有第2代、第3代来接的话，在几十年之后可能就断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这是10年前夏令营的影片，他教青少年唱歌、踢毽子，样样自己来。大家第一看会不会接，结果都不会接。3天2夜夏令营不只是娱乐，还要学客家话。我自己出来，我到日本是应该36年，真正的是应该算40年，不过后来中断1年，所以36年。那回去听人讲客家，听起来就好像唱歌一样，听起来很有意思。都是从台湾带来的。有什么？这个有馒头之类的。每3个月回台湾1次，他把客家菜带回日本。从无到有，温胜志慢慢适应异乡生活，学会自给自足。你现在看得到的这个叫做 NC 香菜。这片空地种满蔬果，凡事自己来，这是客家人的天性。客家人就是这样，你说他小气呢，又不是小气；你说他节省，又不是节省，就自己能够做。他做到第一个就是等于运动一样嘛。尽管身在3000公里外的异乡，温胜志不忘本，时时刻刻守护客家文化。客家牙医落脚日本，几道家乡味是思乡的抚慰，几句家乡话是爱土的延续。筹划夏令营，让客家文化在3000里外播种。温胜志爱客家，也写下一页感动时刻。